我说你这心也是大，你就对炼血堂没有半点执着吗？哼，爱谁谁呗。以前年老大当头的时候，炼血堂也没好到哪儿去。后来改换门庭，跟着碧瑶少主，我倒觉得挺自在了。起码他把我当个人看啊。现在跟着鬼力也不差，不会被他呼来喝去呀。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！待鬼力复活了碧瑶之后，他可就不会在这里待着了。到时候门派里可没人罩着你。你要是想好好过活的话，还得趁早抽身才是。你呢？你不是也没人罩着吗？你怎么不抽身？还说我？毒公子这么爱偷听人墙角，是不是万毒门不复存在？毒公子太清闲了。我也想像妙公子一般悠然自得，只可惜我们仍身处总坛。走吧，宗主找我们。天书落入了焚香谷的手中，我与鬼先生商议，决定进攻焚香谷。待占领该处之后，便可顺利进入10万大山。到时候，我需要你们的协助。协助可以，只是手下无人可用。你需要多少人？听说所剩无几的万毒门人已被您收编。记得当年您曾答应过我，会为我取得解药，如今已经不需要了。能不能把剩下的万毒门人交给我处置？秦无言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和宗主谈条件！绝无此意，只因师门之中曾有不少门人得罪过我。如今师傅既然死了，门内说不定还有些秘密，我要与他们一桩一桩的清算。除了你，我想不到还有谁比你更适合统御万毒门。你来之前我就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，只是当务之急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办。待完成焚香谷的事后，我自然会将万毒门还给你。如此，无言定当尽心竭力完成任务。那我还需要做些什么？你只需配合无言就行，他会带你混进焚香谷，从内部瓦解他们的防御。到时候，你只要和他配合就行。是。宗主，秦无言可不好控制，别忘了，毒神是怎么死的。罢了，看在青龙的面子上，先这样吧。来日若有异动，再收拾他。是。琪儿，师父，你怎么又来这儿了？10年了，你每次在这午间，为师都在想，你在想谁？为何不能忘记？师父，弟子想忘记。可往事一点一滴，都是刻在了心里，再也无法抹去。此次前往死亡沼泽，一路之上，我一直在告诉自己，正盟不两立，他已是青云的叛徒。可在死泽，在天地宝库，
当我遇到危难时，他还是当年的张小凡，奋不顾身的来救我。不要再想了，不管他是张小凡还是鬼力，都不可能再进青云，青云也不可以容他。为什么？这世间有很多的事情没有理由，只有认命。认命？我出来走走。你看上去好像又老了几分呢。岁月催人老，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？对了，你不必担心诛仙剑的得失。我也没有想到，这诛仙剑的反噬之力，竟然如此厉害。诛仙古剑威力巨大，再加上诛仙剑阵，足可逆天。如此的暴力之物，大为天意。你在动用诛仙剑的时候，就应该知道了。
我救你，是因为我欠你的，但是我是不会让你比我活得更久的。也甭想得到！住手！就不应该怪你，都是我的错。也不知道鬼王他们把小黄抓去，到底想要做什么。小黄，你回来了，是鬼王他们把你放了吗？他们把你抓去是要干什么呢？无言之前一直受制于毒神，性格孤僻，如今刚离开万都门，定会一心为总坛办事。若有言语不当之处，还望宗主海涵。只要他不起一心，我是不会亏待他的。既然宗主对天书志在必得，但仅凭他和金瓶儿，恐怕势单力薄。还望宗主让属下一同前往协助他们。不必了，让他们先去打探风声。那是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四灵法阵的作用，等确认最后一件至关重要的东西之后，你我再一起行动吧。是什么东西？你还记不记得10年前，鬼先生复活兽神的研究所得吗？记得。想要复活兽神，需要3个必备条件：新的肉身及祭品，魂魄及兽神之魂，以及复活他的咒语的力量及天书。除此之外，还需要足够充沛的天地灵气，来保证他的血肉和魂灵的相结合。没错，四灵法阵就是起到了牵引天地之间灵气的作用。我谋划多年，只要找到了饕餮，就能布置四灵法阵。你知不知道当年的黑心老人复活兽神为什么会失败吗？是因为他的天书只有1卷，咒语的力量还不够强大吗？这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还是黑心老人手上虽然有兽神之血，但是他并无躯体。兽神的灵魂被召唤出来之后，无处依托，他为了存活下来，不得不去抢黑心老人的躯壳，但是又被金陵夫人舍身击破，因此复活大计才会失败。这也阴差阳错，正是我们复活兽神的前提条件吗？正是。鱼都万夫古窟中，兽魂是被击碎，兽神的魂魄散落在天地，正在朝着10万大山汇聚。而这散落在天地之中的魂魄，终究是要消散，无法持久。现在，他的力量也正在逐渐减弱。所以，这就是您准备四灵血阵，打算提前复活兽神的原因吗？鬼先生利用4大神兽的力量布置了这个法阵，就是为了聚集兽神游离的魂魄。但是这最重要的，还是兽神新的身躯。只有有了这个躯体，方可大功告成。我教之前得到的兽神之血，均已分发给各派，
大多数都被用掉了，这新的身躯又上哪去找呢？兽神之血，我记得一共有4瓶，炼血堂得到了1瓶，豢养出了血鲲。小心！万毒门得到1瓶，被毒神以化骨之术炼出了数以百计的毒人。长生堂也得到了1瓶，被玉阳子炼成了血质。我们鬼王宗也得到了1瓶。15年前，我已经把兽神之血的种子妥善地培养了。现在，这个种子已经逐渐长成。我们这次之所以按兵不动，就是要将这本应该献祭给兽神的身躯，顺利地引到10万大山。待他前来之后，真正复活兽神。什么人？放了他！营业偷听，可不是副宗主所为。既然你已经听到了，我也就不瞒你了。黄鸟确实要用作4灵血阵，所以暂时我不能还给你。不过你也无需担心，黄鸟乃9天神兽，不死不灭。鬼王，10年了，没想到你还抱着复活兽神的幻想。这不是幻想，而是我唯一的选择。布设4灵血阵，不光是为了复活兽神，更重要的是，我要复活我的女儿。当4灵血阵启动之时，将会汇聚天地之灵气，只有那样，碧瑶才有希望。你是在利用他，利用我对他的执着，来帮你复活兽神。桂丽，难道你忘了当初碧瑶是怎么死的吗？对于你来说，你只是失去了一个爱你的人，而对我而言，却是2个，除了碧瑶还有小痴。我不想当年的事情再发生，所以只有拥有了强大的力量，才能止息这延续了1000年的正魔之战。你问过碧瑶的意思吗？
你有没有想过，到底是什么造成了碧瑶和小痴的死？当年我派东躲西藏，内部分崩离析，不，害他们无辜。我人生有大憾事，日夜镂刻于心。生不如死，却又不能不生。生则尚有期望，死则为卑亲怯弱之人。什么是正义？什么是正道？你们全都是在骗我。我这一生苦苦支撑，纵然受死，却从未违背诺言。可是，我又算什么？活着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10年生死茫茫，执着寻觅，最终却成了鬼力。碧瑶，是我错了。
孩子啊，看来咱是上天注定的缘分呐。师父。峰上见，忽去山下边，人间很难料，天上月长缺。我好啊。张小凡，你的人生还有很长很长，你一定要坚持住。当时一分事啊，风半生事，快起开啊！两情相悦时，谁能也彼此？君的平笑啊，怎我长相思？洒我泪与君歌，歌有声。小凡，我想你了。现在这儿已经不是我的栖身之地了，以后我不能再提必要来看你。告辞。你不是要去焚香谷吗？离开之前，还你一个人情。解药？你知道我给你下了毒？杀玉阳子的时候。没错，此毒名为回梦，会令人产生幻觉，逐渐沉沦于常常想念之时。而且这种药的毒性会越来越强，乃至中毒者神志错乱，分不清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幻，最终癫狂而死。沼泽之中，你我仍是敌对，迫不得已，还望包涵。不必了。浮生若梦，为欢即好。能在梦里了结一切，也不失为最好的归宿。
你自己还是孩子呢。派去鬼王宗打探消息的人说，鬼力没事，而且离开了虎旗山。他会去哪里啊？不知道，不过鬼王统一了魔教，下一步必然有所行动。他能抽身离开也好。他不会离开碧瑶姐姐太远的。啊，在沼泽的时候，野狗告诉我说，碧瑶姐姐没有死，她只是沉睡未醒。这么多年来，小凡哥哥也一直在寻找起死复生之法。其实他也没怎么变，沧桑了点，冷酷了点，修为高了点，却还是那么坚定执拗，不会回头，也不会动摇。可是这世间哪有什么起死复生之法呀？他还要寻找多久？心中有牵挂的人，有一丝美好的希望，总好过心如死灰，形如槁木。放心吧，即便陷入再黑暗的境地，承受再惨烈的痛苦，他都会坚强地活下去，去达成他心中所愿的。咱们就一点也帮不上忙，好没用啊！怎么没用了？他有他的路要走，咱们也有咱们的路啊。这于都城有我们最好的回忆，也是我们仗剑行侠、舍命相护的地方。也许有一天他救醒了碧瑶，他会回到这里。那个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拍着胸脯跟他说：“你看，我们把于都治理得多好啊！天底下哪有这么适合安家落户、相守一生的地方？还不赶紧留下？”此心安处是吾乡。咱们守护好这方天地，等小凡哥哥和碧瑶姐姐回来。是啊，是啊。不过呢，城东的巫医巷出了点麻烦，急需周大小姐出马摆平。这城中有麻烦，应该找你这个城主才是啊，拉着我干嘛？还不是张家建宅请周爷爷过去算命，周爷爷不知道算了什么，把柳树给拔了。谁知那柳树成精了，整条街都抖起来了。爷爷也真是的，没事他瞎算什么呀？怎么有那么缺钱吗？缺啊，怎么不缺啊？你不知道这去了沼泽1个月，周爷爷把于都城弄得是鸡飞狗跳，人仰马翻呐。走，我们赶紧过去看一下。冒这么大的险，就不怕有去无回吗？你这一路上都心事重重的，该不会是在担心我的安危吧？多心了，我只是在想鬼王的计划，觉得不安而已。我真的不明白你们到底在图什么。当年在滴血洞中，兽神险些复活，他的危险你们是知道的。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有些险，还是值得冒一冒的。那对于你来说，虎子是什么？自然是完成魔教统一的大业，壮大我方的实力。哼，口不对心，这不是你的真心话。你不是我，你怎么知道我说的不是真的？你也想复活碧瑶，对吗？那是鬼力该操心的事，与我何干？再这么待下去，天都要黑了。走吧，待会儿若是出手重了，
可别怪我。郑魔几番争夺天书，青云次次无功而返。如今天书落在咱们焚香谷手里，看他青云还有何话说？哼！师傅，他们青云那帮人一个一个还很不甘心呢。他们和叛徒勾结了一路，想必早已事先商量好了，要抢夺天书，然后带回青云自己修炼。自正魔大战，青云元气大伤以后，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。这天书里的，乃是魔教的功法，非常的危险。相传800年前，魔教黑心老人就是因修炼这天书里的邪功，才致走火入魔，癫狂而死。这等邪宝，需要好好保管，千万不可修炼。师兄，你也太过谨慎了。依我看来，功法本无善恶之分，关键是为谁所用。若是我们修炼此功法，则是振兴我焚香谷的大好时机啊！万万不可！魔教心法和焚香谷心法本非一路，怎能胡乱修习？师弟，你该不会是想修习这天书里的邪功吧？啊，当然不是，我是一时高兴随口说说。天书在师兄手里，自然由师兄定夺了。禀师傅，师叔，谷外有魔教妖人出现。哦，竟然敢到焚香谷来撒野！走，我去看看谁这么胆大包天。金平，我跟你无冤无仇，何苦如此相逼？秦无言，你这个叛徒！今天我就替鬼王杀了你！金平儿，又是你啊！魔教妙公子，上官策也好，让你落入焚香谷手里，慢慢折磨，倒比杀了你强。不奉陪了。哎，别追了。秦无言，想不到你也有今天，终于落到我手上了。哼，等等。秦无言，你素来作恶多端，如今万毒门树倒猢狲散，你不思悔改，竟还敢到焚香谷来捣乱，真是容不得你了。秦无言，
外公害死多少无辜百姓，这笔账我还没和你清算呢。没想到一切都在鬼王的算计之中，想借我万都门之手除掉障碍，侵吞余都，再进入万府古窟，完成鬼王宗复活兽神的大计。复活兽神？师父，在万府古窟时，那鬼先生确实想复活兽神，但是被青云门阻止了。鬼王要如何复活兽神？你给我细细道来。云谷主，告诉你这些，能饶我一条命吗？只要你不杀我，也别把我交回给鬼王宗，我就详细的告诉你。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跟我们谈条件？我也是将死之人啊，就像你们说的，我是死有余辜。哪怕你们大发慈悲放我出去，鬼王也不会放过我，青云更是恨不得将我碎尸万段。只有留在焚香谷，我才是安全的。已经把天书交给了云逸兰，他们会妥善保管天书的。信中还说，让我们青云不必担心。果真如此，焚香谷就有大麻烦了。哦，是指？此话怎讲？天书对魔教至关重要。当年鬼王煞费周章，布置长线，为的就是万府古窟和定海山庄的天书。如今天书落入焚香谷手中，鬼王怎么可能会放过？定会设法夺回。若是轻敌大意，那云逸兰等人就非常危险了。这与我所想的是完全一致。我去信之时已经提醒过云逸兰了，魔教觊觎之心已久，他何尝不知啊？只可惜啊，这云逸兰这么多年以来，一直是有他自己的打算。此时说什么，恐怕他是听不进去的。焚香谷剑派说来已经有1000余年了，现在还镇守在10万大山的最前线，可见其实力之强绝。你们可曾记得10年之前我们的青云一战？青云一战，依你们之见，正派之中损耗最小的应该是哪个门派啊？魔教惨败，青云惨胜，天眼普志已死，破空受伤。如此看来，不错。这些年以来，焚香谷已经成为保存实力最为完整的一派了。自我青云大伤元气之后，云逸兰所领导的焚香谷，隐约之中已经成为了各门派之中的最强的一派。你们说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们会听从于我们吗？魔教落败，正是因为人心涣散，一盘散沙。如今焚香谷托大，恰好给了鬼王宗可趁之机。鬼王的诡计层出不穷，即使云逸兰上官策有所防备，恐怕也是难以抵挡。更何况10年前与10年后的局势已经完全不同。如今魔教只有一派，鬼王指挥起来也不会有内讧的情况。
内讧，只怕这云一兰并不希望有内讧。师叔的意思是？好，这也是我个人的猜测而已。镇守着10万大山，关乎着我中原的安危啊！现下各派所面临的问题，重中之重也在于此。这鬼王一旦复活了兽神，焚香谷绝技是挡不住的。所以，除了给云一兰之外，我同时给天音阁的普弘掌门也去了封信。待他回复之后，我们再见机行事吧。师叔，不宜再拖下去，恐怕魔教最近就会采取行动。师侄啊，我们不妨再等一等。毕竟以咱们的立场，不便过多干涉焚香谷的所作所为。再等等吧。师兄，我觉得秦无言所说的应该不假。怎么说？鬼王想集齐天书，复活兽神，这和青云门送来的信内容是相符的。而我们天书在手，他们派人来明偷暗抢，这都是有可能的。就2个人，怎么行动啊？那鬼王不会蠢的以为就凭这么2人就能拿到天书吧？就像秦无言说的，他们不过是前来探路的，之后还是会有人陆续过来。只不过是鬼王棋差一招，想杀秦无言不成，被他狗急跳墙跑出来投靠了我们，为求一线生机呀。师兄，鬼王恐怕还有后手，不可大意。鬼王若真有此通天本事，为何在青云门前落荒而逃呢？放心吧，师兄，有我们在，他们绝对过不了焚香谷前往10万大山的。先前是秦无言和金瓶儿，接下来可就没那么简单了，说不定下一个来的就是那个血公子。常言说得好，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。若总是有人前来搭救，当真不好对付，必须尽快除掉，否则，万一他这是苦肉计，实则与鬼力等人里应外合。
那他会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吗？苦海无涯，回头是岸。只要你诚心悔过，焚香谷乃名门正派，虽说是斩恶无尽，但绝对不会以杀止杀的。回头是岸。其实早在于都之时，我就想离开万都门了，只可惜大错已铸成，无法回头了。你别想那么多了，就好好先在这悔过吧。燕姑娘，无论此番是生是死，我都感激于心。袁一兰，上官策，你们这群欺世盗名之辈、狡猾之徒，又抢到什么宝物了？九尾妖狐被镇压了300多年还不老实，继续待在玄火潭下悔过吧。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救我出去的，到时候我是要将你们焚香谷杀得鸡犬不留。被关了这么多年，除了放狠话，你还能做什么呢？师弟，玄火潭下镇压着9尾妖狐，如今又封印了天书，只不知那鬼王何时来抢。青云恐怕也想要的。而今局势未明，切不可轻易动用玄火剑，须得仔细防守此地。师兄，如今我们天书在手，此乃天赐良机呀！何不趁鬼王大举入侵之前，我们修炼天书，增强实力？否则更待何时啊？不可！你怎么还没有打消这个念头？天书魔性极强，轻易不可动用，否则，就连你自己也会受到影响与侵蚀。如果真能增强实力，师兄如何不与你休息？师弟，此处未有旁人，只有你我。有句话我就这么说了，你是否还记得当年师父说过你最大的敌人是什么？还记得吗？谨守本心，切勿着了心魔。知道就好。走吧。本心，哼，真是个笑话。云一兰不过是想霸占天书，独自修炼罢了。师弟，怎么还不走？待的还习惯吗？不知你可有悔过之心呢？潜心悔过。若还有什么需要我提供的，但言无妨。既然你这么识趣，我就不兜圈子了。鬼王为何要获取天书？不只是想复活兽神这么简单吧？上官长老是想问天书的作用吧？你不是知无不言吗？那告诉我，天书到底有何用途？天书是我门派至高无上的功法，心诀包罗万象，谁得到它，将拥有最为强大的力量。起死回生，只是其中的一个功效而已。这么厉害，那为什么你不占为己有呢？若我得到，还用得着臣服于鬼王宗吗？
都是鬼王偏心鬼力，将天书授予他，才令他功力大进。魔教妖术，迟早会反噬自身的。恕我直言，这世间的功法本身并无正邪之分。过历这10年来功力大进，也都是拜天书所赐。只是鬼力用它来作恶，方令人闻风丧胆。若是落在正派之人手中，自然是为世人造福。实不相瞒，此次来焚香谷，还有另外一个目的。哦，说。死亡沼泽一战中，李寻带回天书，想必用不了多久，焚香谷便将拥有最为强大的修为，成为正道巨制。青云的鼎盛已经过去了，来日必定是焚香谷的天下。良禽择木而栖，只要长老能让我留在焚香谷，我愿效犬马之劳。愿效犬马之劳，你说的？愿听长老吩咐。师叔，师叔，手下留情啊！师叔，师父不是说要留他性命吗？他死不了，我只是废了他身上的修为，把他带到厢房，好好照顾，就说是我的吩咐。不过，绝对不能让他离开焚香谷。是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是上官师叔让我带你来的。他虽然废掉了你的修为，但好在最艰难的一关你已经过去了。你先在谷内好好住下，如果表现好的话，或许师父会开恩收你为……废去我一身修为，是要收我当焚香谷的弟子吗？我不知道师父和师叔怎么想的，等到以后有机会，再慢慢问吧。我自知罪孽深重，不仅跟你的师兄李寻有血海深仇，更与青云那些人有不共戴天之仇。你们收留我，若是让青云门的人知道，只怕会伤了焚香谷跟青云的和气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。焚香谷创派1000年，乃正道第一大派，平时不跟青云门争，是不屑去争，并不代表我们就怕了他们。你只要一心听从我师父和上官师叔的命令，好好做人，就不会有事的。好，在我被废修为之时，多亏燕姑娘替我求情，否则只怕性命不保了。你误会了，是上官师叔饶你一命，跟我没关系。你先好好休息吧，有事就通知门外的弟子，他们会知会我的。上官子。接到金瓶儿消息，无言已深入焚香谷中，只是
上官测他多疑，废去了他一身修为。很好，宗主，这就是你们的计划。无言修炼多年，现在修为尽失，你叫他以后如何自保？修为没有了，还可以再练吗？他的体内毒性积累多年，又有毒神下的蛊，各种毒素在他的身体里，实在是对他不利。此次完成任务回来之后，我定会帮他增强修为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吗？无言为鬼王宗做到如此地步，还望宗主不要忘记无言今日的牺牲。这个我自然知道。莫非宗主也想赐他一卷天书？青年才俊，后起之秀，这才是我派雄霸天下需要的中坚力量。只要他此行能表明他的忠心，赐予他天书，又有何不可呢？此事到时候再说吧。只是我定不会亏待于他。眼下最要紧的，还是要取回天书。放出小白不难。正是。他还能做什么呢？前去胡岐山侦查的弟子，从鬼王宗打探到消息，不知道为何，鬼力已经离开了鬼王宗。10年前，鬼力就已经身具青云、天印、魔教天书这3派功力。如今这10年，更是今非昔比。听闻他现在是鬼王宗的副宗主。他离开鬼王宗的目的，可惜啊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决定的事情是绝技不会再回头的。如果2个人见了面，各自相持不下，最后的结果只能是打起来。天师兄，就算是打起来，只要能拖住鬼力就行。如果鬼力不轻易出手，我们就可以集合所有人的力量，对付鬼王和青龙，到时候方可一战。
书长啊，如何一战呢？现在道玄师兄还未出关，恐怕就只剩下我们这几根老骨头了。哦，还有几个小辈的弟子。可叹如今青云竟如此不景气啊！年轻弟子实力不济，只是暂时的。上次青云大战消耗了我们太多的有生力量了，如今失职萧逸才伤重未愈，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够好起来的。我们青云剑派1000多年来，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有经历过？形势不等人呐。萧逸才的伤势好些了吗？他回来之后一直在房里养伤，听说是被沼气所侵。晚一点我再去看看他，希望他能早点好起来。进了我派，便是我派中人，不可再回头。喝下这兽神之血，你将拥有强大的力量，但你也须得为此付出代价。你敢喝吗？青云门不过是一帮欺世盗名之徒，你也不必骗自己了。若你师父真要把你培养成掌门，也不会把你派到我派中来。道玄的眼里只有权力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棋子。既然是这样，你为什么要替他卖命？这次是张小凡，下一次就该到你了。道玄一旦出关，知道你的所作所为，不会受你蛊惑的，不会的！萧师之，你怎么了？师之，师之，你怎么了？我没事。你是否上头发作了？我不杀，我不杀！师兄，施主，施主，伤势如何？幸好伤势弟有功法护身，虽然重伤，但是还不至于伤其性命。可惜他修为大损，一时半会儿恐怕难以醒过来。
多谢前辈救命之恩。这次真是便宜你了，要不是师叔饶你一命，必将你千刀万剐。秦无言，我可是冒着极大的风险，才救下你这条命的。你知道该怎么做吧？晚辈定当尽心竭力，以报前辈的恩情。